由雲安地產發展位於黃大仙飛鳳街33號嘅匯順單棟式設計，提供195伙，戶型涵蓋開放式2房及3房，主打2房。匯順地理位置優越，交通便利，港鐵黃大仙站 E 出口步行約5分鐘即可到達項目大門，附近都有小巴站同巴士站，方便來往慈雲山同黃大仙。龍翔道亦都有黃大仙轉車站，多條巴士路線，可以選擇唔同嘅交通工具前往港九新界各區。匯順基座設有會所外，亦都設有雙層商鋪。項目附近亦都有唔少嘅民生商店，對面就係雙鳳街街市，購買新鮮食材十分方便。想有更加多選擇，亦都可以去到附近嘅屋苑商場同埋黃大仙中心，商店食肆林立，生活配套成熟。即刻同大家一齊參觀一下示範單位。首先我哋參觀嘅係18樓衣室為藍本，有裝修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360尺，屬於2房開放式廚房間隔，整體綠色同白色為主調，打造舒適又簡約嘅家居環境。入門後設有小玄關位置，已經擺放咗嵌入式鞋櫃連收納櫃，可以放置簡單嘅外出用品。旁邊係浴室，以企缸設計，有鏡櫃同洗手盆櫃，以作收納衛浴用品。大門嘅左邊係 L 型開放式廚房，上下櫥櫃，並配備基本家電，包括雪櫃、蒸焗爐、電磁爐等等。開放式廚房延伸就係飯廳嘅位置，擺放咗圓形餐台，亦都可以用作工作台面使用。另一邊係客廳，方方正正，擺放咗3人梳化同茶几，空間依然寬敞。廳區外連3合1大露台，可以擺放戶外家具，而且設有嵌入式收納櫃，內設洗衣乾衣機，以及可以擺放洗衣晾衣用品。2間睡房位於廳區嘅左右兩邊，不設走廊位，令到整體間隔更加實用。呢一間房設計師改成為書房及多用途空間，擺放咗鋼琴同書台，打造另外一個休閒又舒適嘅空間。呢間睡房開即方方正正，雙人床靠窗擺放，設有懸吊式梳妝台。另一邊就有1列置頂衣櫃同埋儲物櫃，提供大量收納空間。然後我哋去參觀18樓 H 室為藍本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520尺，屬於3房1套開放式廚房間隔。單位分成2個唔同嘅空間，一邊係寢區，一邊係廳區連開放式廚房。先同大家睇下廳區，入門不設玄關位，就係客飯廳。住戶可以喺門旁邊打造獅子櫃，方便收納外出用品，同時亦都可以放置3至4人用嘅家具，包括3人梳化、電視櫃、茶几同埋4人餐台等等。開放式廚房以1字形開式，設有櫥櫃及基本家電，包括蒸焗爐、電磁爐及雪櫃等。廳區設有凸牆玻璃幕牆，可以大大提供屋內採光。客飯廳外連3合1大露台，設有一個嵌入式收納櫃，內設洗衣乾衣機，亦都方便收納洗衣用品。我哋再去另外一邊寢區，2間睡房間隔方方正正，都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，以及小梳妝台，均設有轉角大窗，提升房內採光。浴室以企缸設計，設有洗手盆櫃同鏡櫃，方便用作收納衛浴用品。走廊嘅盡頭係一間套房，呈長方形，雙人床可以靠窗擺放。轉角大窗提升房內採光外，亦都可以更開揚咁望窗外嘅景色。預留咗空間擺放大衣櫃，亦都有空間可以放置梳妝台。套廁同樣以企缸設計，配有交樓標準嘅鏡櫃同洗手盆櫃。最後我哋去參觀18樓 J 室為藍本冇改動示範單位，實用面積209尺，屬於開放式間隔。大門嘅旁邊係浴室，以趟門設計，並採用企缸設計，有多組嘅收納櫃，方便收納衛浴用品同小家電，例如風筒。
開放式空間可以分間成唔同嘅空間，近大門位置可設成寢區，以衣櫃作分隔。開放式廚房嗰邊可以設計成為日常生活空間，可以放置小梳化、餐台等等，設有轉角大窗，並連3合一大露台。開放式廚房以一字形開則，設有窗戶，有利排走油煙，並設有櫥櫃及基本家電，包括電磁爐、洗衣乾衣機、雪櫃及蒸焗爐等等。今次就介紹完畢啦，想知最新嘅樓盤資訊就記得 follow我哋，下次見，拜拜。